你跟来了。这几个都要拍？老王跟他拍吗？我当时这个拍组队的。我认识你，你应该不认识我的。我在你们那里一直不是这个什么？啊，就是。问吴京年过的吗？之前年轻的男演员。第二期也是你拍的。那这旁边是谁 ？Hello, Hello. Good evening. Good evening 不是 Good evening 啊。对，可以说对，evening，对。这就是抖音特效。他在直播吗？抖音特效，对，在直播。 Hello, my name is Yang Xiuer. I'm from 德格。是吧？什么东西？哦。哎呀，这忘了，我都忘了。你说藏语嘛？说藏语也听得懂。我想把跟他们说，我王青，你拍德格人。啊，这浪的你钱能把我去办的，我哈讲给我学不对。你看农乡给钱那边毛讲。 Я что там, руранг гони, нацон дерта. Жала не нет портай нацу. Сидеть的这个有节目。那有些人呢，他留言用的藏语，有些留言他用的藏语，但是我就通过翻译才看得懂。哦，师傅。还有这个去。来。师傅坐旁边拍视频。 不敢去呀！你这么认真干嘛呀？我妹也来了。师傅来，兄弟们。哎，他来直播嘞，来直播嘞。师傅。一个人。3个人。你好。好久不见。多高嘛？师傅坐在旁边拍个视频。都已经开始跳了啊！声音有点小哦，这个喇叭声音太小了。 唱。好了，这个只能拍39分钟喽。这样，我应该尽量20分钟搞定。 帮忙点，大家帮忙点，不能一起走，太暴露了，不行。有些手机拿过来啊。我在练呢，快。卓嘎青和两姊妹。重新来，再重新来。开始。练一下。他们拍个走秀吗？帮忙点，大家帮忙点，大家帮助一下，我分享手机来讲，分享手机来。 德庆你要去哪儿？喽，安利都给杜拜。我去！家人们直播分享手机来，对，没跳过，这是伴奏的，那个没有。会了。
没有了那个，再来一遍，然后就旁边在鼓掌。好。声音开完了吗？声音开完了吗？说了半天了，哎，来啊！来，来吧，先跳吧，你们俩先跳。然后这样先跳了，这个马一下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好了，这样，你要同学吗？可以算吧，反正没有事。来吧，你写这儿啊？就停那边，左手边的。那你要嫖好久了嘎？就不晓得噻。那我就跟他们到铁瓜去。去噻，我也不晓得儿。我说你要去的话，如果你要去的话，就不去了，没得必要。他们那边声音，那个主干道炒的白料一撇，相机又不撇，他能撇最好噻，嘎。开始了吗？好，重新来。声音开完了吗？来。那我就走了。好嘞。高度没那么高呀，没那么夸张，就一个头嘛。啊，对，就一个头。不穿高跟鞋不会高的嘛？对，是吧？行了吗？吴哥，我开始作业。好。确的吗？看一下。没人上来吗？师傅。